其他消息来关心，桃园北竹的环保志工坐游览车去宜兰太平山游览，所发生并车意外，造成一个人死亡。因为这个姓郭的司机是讲游览车的档啊出问题才会并车。即马宜兰的检方已经介入调查，这个司机红涉嫌过失致死罪，以20万交保。因那运安会和公路局的人员嘛到现场调查。另外，行车记录器这部分的画面，要等调查结束才会对外公布。大哥，是无档啊哟！你讲一下是无档啊是安怎？太平山游览车并且按姓郭司机，互人依照过失致死罪入地20万块交保。伊对检警表示，代志发生时阵，档案失灵，唔再造成车祸。当时对志工铁头的立场是讲，司机有扭手档啊，按过无作用。司机发现这个刹车不灵，因为速度越来越快，他没有办法刹车，刚好前面有一个转弯的一个土堆。撞到那个土堆，就整个车就翻了。代志发生了后，公路局感谢人员会同运安会调查官到游览车暂时放下三星分局调查，初步发现正平车身受损严重，不过车的主体无严重损坏，而且原厂来测试档案的装置。先临时挂电瓶上去，然后这部车子。因为它只是翻车而已，它结构有损坏。疑似是好像是有翻车了之后再去撞到护栏，再往前推移。目前大家看是这样子，刹车灯后面都一直有亮，长期有刹车，是怀疑就是可能刹车使用不当。宜兰地检署是讲有发现档案好亲像一直大力打，地书档案顶一直倒，会进一步查清楚车祸甲车的功能相关性。公路局调查，这台车较早定期检查无问题，司机有省道超速2件，也甲无依照标志指示行驶拢总3件违规记录。即马会看车祸调查结果，来全面检讨大车的安全。等到就是说整个车辆的检查，还有行车记录器的一个确认之后，我想有需要再做一个精进的措施的话，我们会再来做相关的要求。公路局进前才宣布要对游览车提出3大管制，包括要调回重复违规驾驶做教育训练，另外一家促限各警达条件，嘛规划公布车的资料。游览车专业会分析，进前游览车的事故认为占7成至8成，尤其以超速加超时工作是上界大原因，会配合政府加强训练，也希望人力会当保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